大家好，我叫做 Jackie，咁我係一位殘疾人士啦，我唔需要坐輪椅，亦唔需要拎任何嘅輔助器材，但係我都會遇到我自己嘅困難喺度，咁咧，我希望透過呢個平台，即係除咗分享我所喺生活裏邊所遇到嘅困難之外，到底一啲困難我又點樣去克服或者面對？當然有啲困難係克服唔到嘅，咁樣依啲就必須要承認。咁樣我又點樣去面對咧？我講返我係因為出世嘅過程裏邊缺氧，所導致到我大腦受損，令到我表達能力都同一般人係冇咁好，同埋隻手都會有手震嘅情況啦，例如揸筆啊、食飯啊，都會有啲手震啊，即係揸筆就會可能寫字，除咗寫得慢之外，都可能會啲字會有陣時寫得大隻啊，有陣時就會寫嚟寫去都會歪嚟歪去啊，咁呢啲都係我呢種病嘅特徵啦。我要補充一點，即係我呢種病叫做大腦麻痹隨動型。雖然每個患者都即係可能都會唔一樣喎，因為嗰個受損嘅程度、區域都唔同，可能所以我所分享嘅經歷或者經驗，都係根據我個人嘅生活體驗而嚟嘅，所以我都希望呢個平台，透過呢個平台可以繼續分享我唔同嘅方面嘅生活嘅事情啦。雖然我表達能力係冇咁好，要俾多啲時間我先可以表達，但係我諗起美國總統林肯都有一句激勵嘅名言，就係雖然我行得慢，但係我總唔會
向後退。咁樣我希望都可以發揮依種期望，可以發揮依種嘅精神啦。係啊，咁樣我今次分享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見。